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个单集当中呢，我们要来好久久违的关于编曲的那些事情后，要再来跟大家聊聊编曲。我在我的听众群里面有很大一群人很爱听我分享以前那些关于编曲的大小事，而且分享的是90年代、80年代，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大量使用现在电脑的技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你要使用一个音色，你可能为了那一个音色就要买一台机器，然后呢你甚至于为了要音色好听，你要叠好几台钢琴或者好几台不一样的弦乐，你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所以那时候的编曲，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因为每个人的好恶都不一样，他会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声音的美感和套路。那就会是一个百花齐放，属于每一个编曲的美学。那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使用的东西太多了，帮你做好的罐头的取样的声音太多，而且都很真实。所以现在比的呢，就是现在比较不是比谁去创造一个自己的音色，现在比的是谁很会使用那些音色，或者是比的是谁有什么样的创意。那当然以前也有很多创意，然后我还在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那些编曲的素材啊，那些编曲里面会藏很多的讯息，譬如说前奏就让你对这首歌留下印象，在前奏的时候就给你一段可能与前奏有关的引言，让你很快就会只要你听过这首歌的完整歌曲，未来你只要听到前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联想到这首歌好像是什么这样。那在间奏如何的使用，让音乐可以产生更大的火花，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讲故事，编曲本身也在讲故事，也很像是一个叙事的过程。那现在的编曲相对的它比较简洁，它比较不啰嗦，前奏甚至于就是好几个和弦，然后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不会留下太多深刻的记忆给你。这没有对和不对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演绎啦。那么之前我跟大家介绍几位编曲，同时呢也在关于编曲相关的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 AI 的点点滴滴，现在 AI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大家如果你对于你正好没有听到我前面关于编曲的题目的话呢，你可以往前找你就可以找到有几集关于编曲的那些故事。那么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赶快要对编曲的角度一样要来跟但是我要换个角度，我想要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之前介绍的都是MIDI， 就是合成器 MIDI， 你如何使用如何的使用合成器，然后把合成器的声音发挥到极致，拟真啊或等等但你知道其实在华语音乐有一个更长的时间轴，那个时间轴呢使用的不是 MIDI 而是真乐器。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真乐器和 MIDI 之间呢，在编曲上其实产生的编曲效果结论很不一样。简单来说MIDI 啊，因为 MIDI 是机器，它声音本身呢比较立体感没有那么够，音色上声音本身立体感就是没有那么够，所以每一个编曲人呢在使用 MIDI 的时候，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
它都会用很多很多的音色来让声音可以堆叠到很厚很厚很厚，让声音听起来那个 quality 立体感、厚实感可以很够啊。所以说live 就是会用真乐器，比如说大家有的人爱听团，有没有团呢？比如一个团也没几个乐器，没几个乐手，但是你会觉得声音听来厚实感很扎实，很够，那就是真乐器的好处那今天我要讲这个live 用真乐器来作为编曲的媒材啊，我要特别锁定在台语歌，因为大家你如果听歌的话，你会比较有印象或比较有感觉的，我一提你就有 feel 的，用真乐器的大概是台语歌，台语歌居多，当然国语歌也有，但是我会挑90年代离我们近一点的话，其实是台语歌会你印象最深刻。那首先呢，我要讲一下用那个真乐器的话，基本上呢，通常编曲人他用的方式就是写谱，他写好了一份总谱以后呢，找乐手老师到录音室里面来，然后大家就开始一个乐器一个乐器的录进去。那有时候是编曲老师正在写总谱的时候呢，旁边呢和声老师也在写和声的谱，所以以前录音室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班，很多人都在那边，很像在一个大空间里面都在等着这个录这个班录那个班，那前面有领班可能正在写谱啊，等的时候没事就是聊天啊，吃东西啊，打牌啊，对。那今天我从几首台语歌来跟大家介绍起首先呢，这一首歌它的乐器很少，我告诉你，它也就是一旁和声，女生的和声，还有呢爵士鼓、贝斯、2把吉他，然后一组弦乐4重奏，然后一个管乐小喇叭，就这样而已你会说啊，这样还是很多没有，如果是 MIDI 的话可能就会加什么，弦乐就会加得很满。但你等一下仔细听，这里呢，其实弦乐也没有分什么声部管乐也没分什么声部还有一把长笛，然后就这样，但就不多，但是听起来好丰富好满。这歌编曲人叫刘清池老师呢之前也得过终身贡献奖，他一生都把生命献给音乐，而且他主张就是音乐就是要大众，要普罗，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所以他做最红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以前会出那个吉他演奏专辑。他的吉他演奏专辑卖的有多好呢？就是吉他演奏1、吉他演奏2，他就是演奏当红的流行歌或国台语老歌，然后呢用一台那种3叶雅马哈电子琴3层的那种，他一个人就搞定，然后呢弹电吉他，就这样很低成本，但是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你坐计程车或什么，你到现在搞不好都偶尔还会听到我有机会来介绍刘清池老师给你听，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从这首歌开始，你听一下这个编曲就这么简单而已。来，从定音鼓开始，好，我想所有人一听到都觉得很熟悉就是爱拼才会赢，可你可能没有很仔细去听过它的编曲长什么样子。对，就是一群和声、吉他、鼓、贝斯，然后一把长笛，还有一个那个魔音琴和电子琴，还有2只小喇叭，就这样而已。音乐还有一个定音鼓，音乐就这样的满，而且呢，这个编曲听起来就是很有宽度，很有厚度。比如说你再听一点点，
这里就只有弦乐、和声、鼓、贝斯、吉他，就这么简单而已。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还有刚刚大家一定有听到那个歌一进来，我讲的那个以前的歌前奏都会开始给你一些重要的暗示，有没有？台语歌哦更是这样，台语歌吼，第一头前有时都会留下真济的记号给你。比如讲，一度有这句爱拼才会赢，你只要听完这整首歌，你后盖只要听到前奏，你就知爱拼，你就知这爱拼才会赢。好，那它的前奏你看哦。好，一点都没有觉得它很这样 heavy 朗朗，对不对？可是刚刚这个间奏只有一个鼓、一个贝斯、一个吉他，然后魔音琴做主奏，然后接下来小提琴跟和声一起说爱拼才会赢。中间如果是用 MIDI 的话，会保证加很多东西，比如弦乐要铺一下，什么要铺一下，要不然会觉得干干的。但是在这里都不用，你一定觉得很纳闷，对不对？你感觉啊，我再让你重复听一下这里。就这么少，然后就创造出了如此大的空间后，这个就是 live 真正乐器迷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乐器啊，它本身有呼吸感，然后呢，真人弹奏啊，就是会有一种属于真实的流动正在发生。然后真正的乐器，它是透过音箱、透过手、透过麦克风收音来发声，而不是透过机器。那所以它的那种真空管啊，或等等那种宽度，很容易被创造出来。那如果是 MIDI 的话，你就是需要透过很多的后面的技术性的角色呢，来去把这些我刚所说的一切，慢慢把它调出来。你看这里。只有吉他、鼓、贝斯、长笛、和声，弦乐进来，你并不会觉得它很单薄。你会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一首用电脑 MIDI 做的歌，这里一定会加入很多吼哈，或一定要叮叮叮，或者什么叮叮叮和一些小东西，但是在这里都不用。那么这就是还有刚刚你听到他重复了一遍这个主歌，用和声来重复一遍主歌。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以前台语歌3段歌词，那大家还是习惯这样子的听觉效果。好，所以呢，他重复这样的方式，让你对歌产生无穷无尽的记忆点。到这里，有没有？最后都还要爱拼才会赢，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好，这就是台语歌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然后同时也是这个live 用真正乐器来演绎的时候才有的效果。我再给你听一个台语歌哈，这也是编曲的经典。这一首歌的编曲跟作曲呢，都是吴家祥老师，还是很棒的一位创作人哦，也是位制作人，也是位编曲哈。来，你先听一下前奏，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总共有多少乐器。其实也不多，但就够满了。来，请听这一首歌。好，听出来了吗？
大概连是什么歌你都听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就算你不太听台语歌，这条歌你一定听过。为什么你马上就听出来？因为它一样有留记号给你。我说过了，以前的歌常常会留下记号，编曲人会去设想说，我希望这首歌怎么样会红，怎么样会让人记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留下记号，在前奏就留下记号，它就会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你听到这一句，只要你曾经把整首歌听完，得听到前奏演绎这一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你马上就会想到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连歌名都在里面了。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温暖，那一个时代的用心哦。好，那你听出来了吗？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这首歌你刚刚前奏听到了几个乐器？有鼓，对吧？好的，听到有贝斯，有吉他2把，一把是电吉他，一把是木吉他，然后还有和声。你有没有觉得还有弦乐？就这样，还有一个叮叮叮，也是魔音琴。你有没有觉得弦乐跟和声很神奇？它轻易的、简单的一个音乐，变成就轻松、就简单，就很满了，有没有？很妙吧？我们再听一次哦，我们再听一次这个前奏，你感觉一下，好，来，弦乐、和声，吉他还没出来哦，好，来。木吉他，好，就这样弦乐4重奏，它就开始了。你听这里更干，吉他、鼓、贝斯而已。这个时候才把弦乐铺陈进来。如果在很多的MIDI 做的流行歌，弦乐早就已经进来了，因为它会很害怕、很干、很空。但是这里没有，刚才只有木吉他和鼓2把木吉他和鼓和贝斯的时候，还有一个 solo 的木吉他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空啊。这就是用真乐器了不起的地方哦，用真乐器的那种呼吸和空间感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当弦乐进来的时候，你就哇，有一种铺陈，有没有？吴家祥老师很善用这样子的铺陈，然后自己呢也是把键盘弹得很好的。你看哦，他弦乐进来铺在吼，就压底在底下。如果是一般用 MIDI 做的话，弦乐早就进来吼压在底下，因为怕声音太稀微。好，你听。赶紧回来家己身边，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和声加进来是跟着说话，然后和声加进来的时候呢，吉他就不去吵它，就留给和声跟他对话，然后弦乐在后面轻轻的垫着，大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垫着而已。你看。这就是编曲有趣的地方，再听下去。弦乐跟他对话。记号又来了哦。这个在前奏也出现过，
经由我这样介绍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哇，好有趣哦，超有趣的，对不对？虽然也许你不一定完全听得懂，好，完全能够马上进入我说的脉络，但是呢，这个感觉，这个 feel， 你一定在我的形容之间，你一定有感觉，有所领悟的，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当这首歌来到了下一个副歌的时候，他要给你一个惊喜。不愿意一阵风吹过来，一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你。听出来了吗？听出来是什么惊喜了吗？就是呢，他让女生的声音当风声来。一阵风吹过来，一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你。你无爱我，有没有听到？他让女生在远远的地方唱出了一个女高音，就好像一阵风吹过来，一阵风吹过去的感觉。这就是这个吴家祥老师他在这个编曲里面创造的一个梗。好，那在第一段的副歌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女生的出现，但后面2次呢，他就让这个女生出现，而且越来越强烈。譬如说到这里，来最后一次副歌。不愿意一阵风吹过来，一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你。你无爱我，无所谓。弦乐来跟他互动，哒哒滴哒。往事就是我的安慰。我们来看看尾奏。是的，这一首歌呢，就只使用了木吉他为主的伴奏，然后弦乐、贝斯、鼓，那电吉他也就出来一下下哦，还有和声，那电吉他也就出来一下下而已。吼 ，live 的乐器少，我刚前面一开始我跟你讲团吼，那是用团啊，你嘛袂感觉伊安呢，就稀微的对吧？最经典。它虽然不是一个乐团，但是它使用就是乐团的形式 ，live house pub 的形式。接下来这一首歌，没人不知道它的那个乐器更少，你听听。一个 keyboard， 然后呢，一个吉他，一个鼓，一支萨克斯风，对啊呢。然后呢，等一下等到进歌的时候呢，一样是这些组合。然后 keyboard 也只做一件事，就是按一个我们叫做 pay， 然后一个吼的声音在后面。如果你有戴耳机的话，你会听到。我现在提醒你，你就会听到一个吼的声音，那个吼的声音永远就只在那里吼，啥事也不做。你再听一次这个前奏，就这样而已。好，有没有发现太神奇了 ？Live 的乐器，真乐器，真的都可以创造很大的可能性给大家。好，所以有的人爱听团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也就这样而已。还有一个电钢琴哦。这首和声出来了，有点
非常 live 的非常像在 pub 里面的一种音乐编制形态，只是说在 pub 可能没有和声，那这里有和声这样而已那然后这个前奏一下，虽然它没有酒后心声的句子在里面，但有酒后心声的句子的延伸，就是酒后心声的主歌副歌最后一句酒烧酒了解我，这样子有没有？好，它主歌的前奏到副歌延伸。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讲你可能听不懂。来，主歌是前奏是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嘞哆哩哆哒哆哩哆。好，来调到间奏，直接就连起来了，哒哒哩嘞哒哆哒哒哩。哒啦哩嘞哒哒哒哒哒嘞哒，有没有发现它前奏和间奏合起来自己本身就是一首歌，而且最后一句都是哒哒哒哒嘞哒，有注意到吗？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哩嘞哒滴哒哒哒嘞哒，间奏哒啦哩嘞哒啦啦啦哩，哒啦哩嘞，哒哒哒哒哒啦啦。你有没有觉得被我这么一说，你发现这个编曲好感人但我忘了查这一首歌的编曲是谁了我记得不只是一个人，这是一群人一起玩出来的。好，只是把和弦固定下来，然后一群人就一起玩出了这一首歌。这就是用 live 编曲，用真正乐器来作为编曲和那个传那个 MIDI 的差异。那当然如果在国语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好经典作品，比如说《一样的月光》啊、梦田啊等等这之后我再来介绍给大家然后呢，在90年代 MIDI 开始很多人玩的时候， live 一样不曾暂停过。只是后来呢到了本世纪，更多时候就是MIDI 为主，除非是乐团。那但最近几年呢，也流行弦乐团一定要用真的，因为一个弦乐团一下去就可以解决好多的问题，这样OK， 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会陆陆续续再跟你分享关于编曲的那些事情。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或者是呢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你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感受。那你也可以私讯给我。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另外呢，如果你一定得要在平台上留言的话呢，那就拜托你在 Apple Podcast 好吗？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留下来的 email 信箱写信都可以好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下一个单集再会。